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Control 加 A 應用，大家都知道 Control A 係全選，但大家又知唔知係唔同位置按 Control A 有咩分別？係空白空格按 Control A 可以全選整張工作表。係有資料範圍，按一次 Control A 只會全選資料範圍，再按一次 Control A 全選整張工作表。係有標題嘅表格中按一次 Control A 只會全選資料範圍，唔包括表格標題。再按一次 Control A 會全選資料範圍，包括表格標題。按第三次 Control A 先會全選整張工作表。係打入函數後按 Control A 就會彈出函數引導嘅視窗，方便填入參數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.